小學嘅學生為我哋演出嘅主題係創世記。大家好，我係喇沙小學嘅袁學峰。我係李燕娜。我係李兆峰。我係郭柏希。我係曾慶峰。我係鄭康怡。有人話呢個世界係由一個大爆炸而嚟嘅。有人話太陽喺呢個宇宙嘅中心。有人話人類係由馬騮進化而成嘅。呢啲全部都係一個謎。計我話邊有咁多謎啊？咪係，其實所有嘅答案已經喺晒度啦。去片。